最近更新得少咗呢，主要係因為姐姐我談咗一場戀愛。雖然通街啲靚女呢都係18、22，我呢就係18加22，但係你有眼睇㗎。你望下我呢對堅定嘅眼神，明顯就係老美少女戰士啦。我10幾歲嘅時候，我媽叫我唔好拍拖，唔好俾嗰啲臭男人呃咗。我20幾歲嘅時候，我媽叫我唔好揀啦，是但揾個人嫁咗佢算啦。到咗我30幾歲嘅時候，我媽同我講，唔好俾啲死僆仔呃晒你啲錢就得啦。活到殺豬盤高發，任何人同我一齊都似做鴨嘅呢個年份，仲可以拋開年齡同埋三觀去談戀愛，真係好唔容易㗎。愛情唔單止係屬於熱烈嘅少年，同樣係屬於含蓄嘅中年人㗎。有個24歲嘅靚仔話睇啱37歲嘅我，死咯！我邊係受得到咁補啊？喺我掙扎糾結嘅時候，我去重慶參加咗一場考試，備考老師同我講，選擇題寧願選錯都唔好空住。呢一個人生道理，我清湯寡水咗咁耐先諗得明。於是我攞出咗中年人最大嘅誠意，就係超能力，爆咗好多金幣，做咗好多我從來都未做過嘅事。我真係好專一㗎，專一到我睇片啊，從來都係只睇1對1嘅。我成日都話，愛情想要長長久久，必須係佢該長嘅要長，該久嘅要久。喺我最猛嘅年紀遇到最硬嘅你，啲愛意就好似便秘嘅時候噴咗開塞露咁，湧晒出嚟，射晒出嚟。而一個律師嘅頂級浪漫，同詩人話想同你一齊起身醒來一樣。我想同你簽翻份無固定期限嘅同居協議，並保留你隨時升級為終身合夥人嘅權利。因為最高檢最近嘅新聞發佈會提到，將有共同生活事實基礎嘅同居關係認定屬於家庭成員。律師嘅浪漫肯定係緊貼時事㗎嘛。雖然戀愛腦相信愛是最小單位的共產主義，之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針對同居期間嘅財產混同分割問題已經引發過熱議，而家直接喺刑法層面認定同居為家庭成員，連我呢啲戀愛腦都不得不要清醒咁諗一諗，係咪婚姻制度正在走向事實性死亡嘅道路？一齊住咁耐都唔領證，咁阿公咪改下遊戲規則咯，住埋一齊就係家庭成員㗎啦。坤哥話呢個觀點點啊？我經常出去揾啲靚女同居1個鐘，就分割咗800蚊共同財產俾啲家庭成員。雖然經常我都得3分鐘嘅啫，但係鬼叫我收入高咩？我想講呢啲係咪就係傳說中嘅走婚制啊？今次最高檢俾人鬧到關閉咗評論區，又係抵俾人鬧嘅。老實講，司法實踐之中早就有貓鏈慳案呢一種類似嘅個案㗎啦。個案典型案例通過公檢法集體智慧認定，所以個案層面上面我係持理解態度嘅。其實你表述為同居關係可能會被認定為家庭成員，我相信冇人會鬧你。但係你一概將同居關係通通認定為家庭成員，絕對就係類推解釋，超出咗人民群眾對刑法適用嘅可預期範圍，俾人鬧得一啲都唔冤啊！關注我愛江律師，你會幸福㗎。